对，
为你重心要晃，你的重心在晃，那你这边稳定不了，那你出手的位置会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。而且每次出去有时候踩这样，有时候踩这样，还有时候踩这样。对，每次都不固定，那你就对吧？好，所以我现在让你是上半身不要动，脚打开来，重心跟你上半身我的脚步开始有了，每一步出去都在转，你会发现这个礼拜只要做完，我们直接正对，对，哇，你没得跳，你跳起来要重心一起来，对吧？你的节奏才会来，正常跑 ，OK， 什么时候会要那个跳？真的那个体跟你刚好没，啊，那个是要跳，你正常的操作的时候就是踩稳，所以你刚摸完之后，注意哦，你是要上网，拍子摸完要拍打起来，刚摸完的话，把它拿起来，现在刚好跟我们那边是写的同面，然后我们这边是写的同面，摸。对，把你的手压上去，手先伸出去。好。然后可以看你回来的时候，这
不要跳，不要跳，跑上来，合作。对，你看，看这个。摸完回来，跑上来，我也是跑上来的。对，那你看你现在东西用不到了，所以我让你摸完落地，看前面，左右就上来。 好，等，再来一次，摸完回中间准备不慢。对，好，你看你再讲，那你快点走快，再退转一下，先摸，练，好不动，对，这个启动不要跟你切换，然后重心要稳，好，再说，摸，回来，这个蹲下来。 啊，脚跟垫起来，然后还是回来先垫，都还没看清楚。对，再上来。啊，这个是你后面已经看到球在哪里做的启动动作。啊，这个是你跟回来，你还没有做启动动作，你启动步的时候的应用。啊，摸完。 移动，啊，对，看你在一起。移动跟启动是分开的，你要先移动，等球，看到球出来之后，你才会有启动，再出去跟。OK， 手要往下坠啊，不会，再往前吧，你的启动跟移动左右连在一起了。真的，启动。 移动，启动，
移动，对，带上来。啊，这个后面就做得很好。移动，对，带上，很好。对，而且上上面。对，出来，走。对，你看这个，先移动，再启动，移动，对，这个还有出来，移动，对，这个包晃，对，再来。对，你要看到球了。对啊，那你其实往这边启动。对，和你回来一样，先回来，看球在哪边，你再看它，再跟哪边的启动过来。所以左边这里它是长这样嘛，右边这里是长这样。对啊，你要看球的，走。对。移动，启动，对，移动，启动，对，别放手，忘记了啊，来，移动，再一次，移动，启动，对。太凶了。奥赛！哎，你了。我可以放回打，快点让他打，他打，但是他只是打。奥赛！好吧。耶！
学生都打不赢。完全打不赢啊！完全打不赢。这个知道我们做的。感觉不一样，换成太久哇不一样。出去。对，记得小心。哇，救不了。对，这个东西正对标打开就能打出来。好，很多。第一个，好的。再次，回来，起动，应该起动啊，应该起动。好，你要杀手啊！你在这个时候应该才能对，而且还能起动。你都是把它合起来，再你要杀手啊！你合起来才能上。你先把它杀。对，你不要跑步的时候打掉了，对。别跑快，这个羽毛的比较好。
那我做这样的反手打完，挥完，挥下，挥完，交换过来，你打完这个跟才交换过来，那个大位要传导出来。哎，很好很好，然后再转一点点，再做回，没有再踩着，再往后踩，交换过，再回来一点，差不多这样子，挥完，上去，哎，你要不能这样挥哦，不要上去，哎，好，我们两只往后移，两只脚这个要长，变这样子，这个脚右脚出去跑，两个脚先过，然后就放在这里，很好，所以你要不能这样，来到有一点点位置，会让你的人有动作，都没有手啊，手一点点，要手都可以，不用回去，可是你这样没有回来，对，顶完。不用回到正面了，你稍微哎，你看，你打完之后，我这个不是说了，你的启动步做了吗？对啊，那你启动步没有做，你要怎么跟上啊？就是说我刚刚讲的一样，你回来的时候，可以慢一点，但是你靠球击回去的时候，你的启动步不怕这个要出来，而且速度要快一点。对，你没有把这个再做出来，那你的失败了。对，速度到底上上去了。你要想首先是上来，所以你启动步，除非今天你基本上不然你不用就乖乖回到这里，你还是要有个打完赶快站好，打完赶快站好，而不是打完对中间这件事情，你往中后退，我打完，中靠近点，可是你不需要刻意强调，没有必要，你懂？大拇指哦，没有想到，再看下一次再练后场，可以，那脚往前跑，再一次，对，哎，不用多对，这样比较好，这样比较好，哎，再一次，大拇指一点点，不用再回来，哎，再一次，一点点，很好，别看好，脚再一点点，对，这样比较稳，哎，直接从这样，不要让加上打这个球，对，再少一个，哎，你就一盘，所以你不能比赛的情况下不行，所以打完注意这个，对吧？那你打这些东西怎么打就行，所以你电影光把打就得输了，但是不可能等输到站好再贴上去，可以练。